其實之前我住青衣嗰陣已經揾過一次嘅設計情報，所以覺得上次都幾滿意，所以今次再用翻。因為個單位唔係好大，咁我自己就會想實用啲咯，同埋自己本身就希望嗰個單位比較光猛啲，所以都會用白色咯。咁佢都有俾個即係其他屋苑嘅設計啊，同埋佢都有俾啲 idea 我哋咯。佢都 response 都幾快，咁overall 都合作得幾好啊。客廳雖然間隔較為獨特，但經過設計師嘅妙手一轉，成功克服咗間隔帶嚟嘅問題。紅色嘅梳化惹人注目，將人嘅視線集中於一角，變相拉闊咗成個單位嘅空間感，中和咗間隔帶嚟嘅突兀。另外，客廳總共設有4個喇叭，保證戶主安在家中都可以享受豪華電影院嘅視聽體驗。客廳嘅另一邊，小巧嘅餐台同埋餐椅，俾人一種家嘅感覺。配上旁邊嘅鋼琴，樂韻悠揚。行入走廊，兩邊掛有精美嘅圖畫，又或者係兩姊妹親手繪畫嘅作品。有如畫廊一般嘅典雅。細妹房呢，就以粉色系為主調，一個個象徵住夢想嘅氣泡於衣櫃上翩翩起舞，深深圖案嘅牆紙影射出小女孩對未來美好嘅幻想。窗戶正對住睡床。絢麗嘅陽光從窗簾中灑入房間，營造出既精緻又溫馨嘅感覺。而家姐嘅房間呢，基本上同細妹嘅房間同一個風格，只係採用咗較為成熟嘅紫色作為區別。哇！呢間房真係好有少女嘅感覺啊，令我諗翻起細個嘅時候。你細個嘅時候呢，都真係好耐之前。間房除咗靚之外呢，設計師仲有安全嘅考量，特登喺床隔離起一塊板，令到小朋友冇咁易喺床上面碌落嚟。主人房就遵從簡約實用嘅風格，鑲嵌喺上邊嘅全身鏡時尚之餘，亦都方便戶主梳妝打扮。書台上同樣係原木式嘅大型組合櫃，提供咗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另外，內置嘅燈槽同埋鏡面設計，亦為房間增添一種獨特嘅韻味。啲櫃咯，我主人房啲櫃咯，咁就即係本來主人房我感覺就好細嘅，咁但係佢做咗啲書櫃同埋做咗個衣櫃，望出嚟效果又都唔係話咁細咯，即係個感覺都實用同埋都 OK 咯。總括嚟講，我覺得設計情報啲人都好斯文咯，同埋即係因為其實裝完修之後，可能做啲執漏嘛，咁上嚟執漏嗰啲師傅都好有禮貌同埋好盡責咯，即係呢方面幾好。咁如果即係之後再有裝修嘅機會，我都會選用翻設計情報。Bye.